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桃园石斛制药厂昨中到爆炸火烧，因为风正透，佮加上工厂内底有真侪化学品，目前火过会烧，火嘛拖到附近5间工厂。石斛发表最重大的信息是表示讲，火灾的损失至少8亿，中间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这场火灾嘛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 火甲天顶照甲红旗旗，消防人员透明布水线伫咧抢救，啊，毋过也是无法度阻挡火继续伫咧炭。石斛制药厂房伫20中昼开始烧，第一时间石斛董事长洪伟俊就赶来现场，由头到面无愿意加讲啥。他今天是没有上班嘛？哈，今天没有上班，他怎么会起火哦？现在还在了解当中，我们等一下再报告，不好意思。 因为风真透，佮加上厂内有藏大量禁水性的化学物品，除了烧掉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尺，佮拖到附近的桃园抓厂等等的5间厂房。在宿舍里面，员工我们全程撤出，那第一时间曾经有防护住，那后来因为它容积有不断的发生爆炸，导致目前呢火势尚未控制。 石斛发布重大信息指出，因为生产线进行化学油质处理，无细日来引起火灾，初步估计损失新台币超8亿，需要用6个月时间来重建。啊，毋过火势嘛造成2个员工受伤，其中一个是本国籍姓齐的查甫人，伤是无要紧。啊，毋过另外一个外籍移工，伊早起因为伤真重，不幸来过身。石斛主要业务包括原料药、原料药中间体。 特殊甲精密化学品加工等等，技术证实，石斛制药有生产而且外销新冠肺炎治疗药、奎宁的原料药。后续若是有欠药的问题，该了解。它的原料药最主要都是外销比较多，国际市场。有时候我们买人家的、卖人家的，这种都是来来往往，每个药厂都会有自己的考量。 桃园市消防局目前优先设立防火墙来阻挡火继续炭，而且针对4颗米的公司的油槽、加速槽等等的设备来加强防护。啊，毋过嘛表示，因为烧的面积真大、温度真悬，佮加上附近其他工厂有真侪开烧起来物件，预计要到2日早起才会当完全甲火拍花。记者综合报道。 石斛制药今仔早起嘛开记者会，说明损失状况，甲后续是要安怎处理，来看早起上新的说明。 我们公司这一次生产线几乎处于全部烧毁的一个状况。那因为现在火场消防队是属于封锁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入场去勘验详细的受损情形。现在财务估计的损失约新台币8亿元，这个金额。 我们目前有投保足额的财产保险，所以财务的损失保险理赔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石斛制药指出，礼拜日工厂休困停工，有可能是处理拜拉制造生产了留落来化学品哦，所向爆炸，爆炸造成生产线全部拢毁掉，嘛影响到附近的几间工厂，公司是有保意外险哦。 另外，仓库是无受到上大影响，佫会使继续出货。也毋过，生产线要佫开始运作，至少要佫等半年。佮来看，目前英国有一种武汉肺炎变种的病毒的炭，感染率是增加7成。全世界真侪国家拢开始禁止英国的航班入境。科学家是表示哦，好在这种新变种的病毒并无愈发多，所以镜头是袂佫较严重。目前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嘛是防疫上重要的手段。 这架对英国出发，伫咧20暗时到荷兰交港的史坦纳莱恩邮轮，是伫咧荷兰政府宣布禁止英国航班入境了的几点钟来停靠。所落来至少到跨年，拢袂有英国的航班入境。机场的状况嘛是同款，对英国入境的旅客必须要隔离10天。比利时、意大利、法国拢宣布禁止有载英国乘客航班降落，而且比利时嘛禁止对英国来的火车入境。 C'est facile, on a pris les 2 derniers tickets aujourd'hui. On avait des tickets respectivement lundi et mardi. Au vu de la situation et des actualités, on n'a pas voulu prendre de risques. 英国出现传染力更较强的变种病毒，可能比旧的病毒株增加70%的感染率，啊，毋过致死率若像无较悬。但被荷兰甲澳洲发现甲英国同款的新的变种的病毒株，而且确认英国伫咧9月份就已经发现。 If there's one piece of good news, it doesn't appear so far that it causes any worsening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important.
And as far as we know at this stage, the vaccines should still work against it. 20开始，包括首都伦敦在内，英格兰大部分的地区，拢渐渐上严格第4级防疫措施，民众必须要尽量踮伫厝内，也等者嘛袂当聚会。I understand how people are feeling, and I feel it. You know, I had to call my mum last night and say,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over Christmas. And because of this new strain, it is a really very serious situation. 英国政府的官员表示，过去1礼拜新病例当中，有要人啥拢是这种的新病毒。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也是防疫上重要的手段。公视新闻吴伟玲编译。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是冬至，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佮加上南风混合往北移，北台湾嘛是佮湿湿冷冷。来看上新的温度，克罗瓦风台昨形成，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也毋过会带来水汽。今仔全台湾拢会落雨。早起气象局嘛将对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佮宜兰市来发布大雨特报。伫温度方面哦，今仔嘛是拢湿湿冷冷。早起的温度上低是伫新北市5股12.8度。明仔载东北季风会淡薄仔减弱，所以各地温度会淡薄仔回升哦。今仔因为温度是有够低，所以水汽也是搁真高。高山地区嘛有机会会落今年入冬以来第一场的雪。咱再来看台南的温雅市的乌鱼哦，因为雨水少，前一阵哦，佫无够寒，嘛去影响到乌鱼子的产量，敢若剩旧年的3-4成尔。也毋过因为今年的景气较歹，乌鱼子的价销是毋敢甲起哦，甲过去是差无偌济。一粒一粒金黄色的乌鱼子卵，伫加工厂员工的卡手之下，8万鱼卵才袂走出来。刷落来又搁进行严济的工作，最后才会使拍。这拢是拄啊对养殖场取出来的乌鱼子卵，就爱马上送到乌鱼子的加工厂。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嘛互乌鱼结卵的状况，敢若旧年的3成到4成。气候搁无水啦，鱼啊变做迄水哦，无法度。互伊鱼仔活动空间较满水，互伊活动空间较有，所以伊的鱼仔算成长就较，鱼仔是无大尾无好，伊的乌子的成长较歹，鱼子拢偏较细地。可能气候的关系啊，气候可能有较慢冷较热啊。虽然讲乌鱼子是普遍较细又搁少，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景气无好，乌鱼子的市场价销嘛毋敢起。7两以上规价乌鱼子一台斤伫2600块以上，5两到7两规价乌鱼子一台斤伫1800到2000之间。因为今年的产量虽然是减少啦，毋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个生意大概差有够多，所以今年的迄个量是在减落来，毋过。客销也是差不多。但是农业局是指出，台南乌鱼养殖大约一中伫咧7股北门顶地，产量大约630吨，全台排名第3。而近年来嘛，因为饲养的条件甲制定不断的改良提升，养殖的乌鱼子风味甲口感拢无输野生的乌鱼子。但是农业局嘛辅导台南市养殖渔业发展协会办理优质的乌鱼子竞赛，盼望会当来推广在地好渔产。记者郑混达报道。超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甲民主党对于总经业美金97亿的纾困方案已经达成协议。国会上紧的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来表决，望讲伫联邦政府补助的资金到期之前，会使来通过预算。纾困计划若需通过，民众会使领到每礼拜300块美金的临时失业救济金哦，甲600块美金的定型现金，嘛为企业来提供超过3000亿美金的补助。再来看《自由时报》，香港政府烦恼讲香港的少年人来台湾读册交流，会去受到政治的影响，传出讲拍算要要求香港的大学中断甲台湾各大学交流合作。这个禁令若需公布实施哦，有可能会影响到上千位香港学生来台湾的权益。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山东号的航空母舰甲其他4只伫边仔保护的船只，昨驶经过台湾海峡，佮继续往南边驶。国军嘛派出包括新攻击吉艦为主的6只军舰，佮有8只架次的战机专程来监控。
咱再来看台湾咱昨哦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一个人是印尼的专员，另外2个人是之前胃着病女性技师的同事。以前指挥中心是指出，第765例这位纽西兰的同事上早出现镜头哦，所以继续去上班，甲病毒喂互人，嘛引起咱国内头一站飞轮机顶头的群组感染。10倍较近的730多岁国际航空女技师是伫倒位被感染的？指挥中心研判，12月12台湾飞美国，15转来台湾的飞机顶面不扫无挂喙暗的纽西兰籍男同事就是感染源。这60多岁纽西兰籍同事也传染予同航班的日本籍男同事，另2个人拢是在20较近，真侪案例765，也有案例766。航程均在密闭空间，时间长且有部分时间无防护接触，所以而且由于案765在机上已经有症状啊，研判案760、769在机上是受案765感染，所以是一起所谓的航空器的感染事件。庄连祥讲，案例765的 CT 值24.9，病毒量偏悬，血清抗体也是阳性，应该是在月29飞美国，可能伫美国感染。入境时有传染力，你也是3个人内底上早发病的，所以做出感染源的判断。由案例765，12月初4到初7伫厝检疫了后，由国际航空采取外站特殊管理，初8到11行踪也会调查。他没有记录时间、地点的习惯哦，所以针对他去的地点哦，我们今天就一直还在了解哦。那也透过他的 iPad 的部分来做疫调，我们也会请警政单位来做他的这个足迹的协寻哦。头一站机顶互相烧微感染事件，接触者扩大到89人，指挥中心才陆续采检，即阵2个人阳性，19人阴性，其他伫检验中。而媒体伫问是毋是代表机顶的防疫出现破空？庄连祥讲，未来请航空公司对无专程挂喙暗，也有技师检疫3天，技术员检疫5天来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个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嘛已经超过77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6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总是新增加3个病例，目前是766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8000多例，日本超过19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还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8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721万例。伫欧洲方面哦，西班牙超过181万例，法国嘛超过252万例，英国嘛超过200万例。再来看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伫顶礼拜5许可莫德纳药厂的疫苗会使来紧急使用。伫20早起哦，疫苗就送到全美国3700外的地点哦。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嘛建议讲18岁以上的民众会使来做，因为这款疫苗会使伫正常的温度运送保存就会使，所以美国民众应该伫拜一透早就会使开始做疫苗咯。货运卡车甲一车疫苗载去全美各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8批准生技公司莫德纳所生产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CDC 19表决通过，建议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来做莫德纳疫苗。目前包括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甲密西西比州、奥利夫布兰奇的工厂，拢已经赶紧开始配送。You know, we lost a family member, and when I was asked to do this, I couldn't think of a better honor to do for my father than to do this today. 但是一切顺利，莫德纳疫苗上紧会当伫美国当地拜早起来做第一下，因为莫德纳疫苗会当伫咧正常温度之下配送，而且会当靠30天，所以有一寡州选择甲疫苗送去较歹到位的乡村地区。啊，毋过负责疫苗计划新速行动的官员表示，原本计划今年底要互全美国2000万人来做第一下疫苗，即马可能要等到明年1月初才会当来完成。This is a Herculean effort, and we are not perfect. The key is to be transparent and to openly communicate at all levels, step by step. To that end, we are in constant dialogue with both industry partners to ensure doses are available. But here's the key. The doses must be releas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DA.
面对最近小连续出现变种的新冠病毒，新宿行动的官员认为讲疫苗无啥可能会无效，而且嘛呼吁已经确诊恢复的人，免疫反应会对时间来减弱，所以嘛应该爱注疫苗。公司新闻电话人郑建公编译。咱再来看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意大利，明年嘛开始予民众来注预防针。意大利嘛请来真出名的建筑师来设计注疫苗的所在哦，以春天大开的花蕊来设计外观，就向前讲生命重新开始。咱嘛做伙来看卖。为了要鼓励意大利的民众注新冠预防针，意大利疫情特别委员会特别邀请意大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时代芬诺博艾利。用报春花象征生命重生的意涵，设计出外形正前卫的花蕊预防针注射针，也派真侪医护人员来做。A 3.000 medici, a 12.000 infermieri di darci una mano in questa campagna, di andare a popolare questi fiori, queste primule che saranno nelle piazze italiane e dove tutti coloro che lo vorranno potranno andarsi a vaccinare. Viene a dirci che il momento è arrivato di abbandonare l'incertezza e schiudere i nostri colori alla luce del sole, che ci vedrà ancora una volta insieme, come primule che hanno sfidato il gelo. 意大利设计师博艾利有名的作品包括伫米兰的瑞士森林大楼，是米兰城市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即便无受半线参加政府防疫计划，报春花注射针用茶加环保的布料构成，顶头有采太阳能充电棒提供电力，总共要设立1500个站。博艾利强调，注预防针是公民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爱，会当甲家己的人生搁扣带。另外，疫情也正严重的德国，要将第4大城科隆的沐浴商店中心改成强制预防针注射站，按算一天会当替5000位民众注预防针。德国即马已经设立超过400座预防针注射站，动员超过1万名的医护人员，希望伫咧明年热天进前，予全国6成的人拢注着预防针。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中国为了要推出所谓人民票，最近伫28个都市是发上1000万的红包，鼓励民众伫电脑取得使用哦。目标是希望伫2022年的冬季奥运的时阵，全面来实施所谓人民票。也毋过民众所有交易拢会留着记录，隐私的问题嘛是阁有真侪疑虑。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啊，这个，然后呢？再上滑，向长城付款，再点开这扫码支付。好，然后在这就可以了。使用甲一般行动支付同款，就差伫咧消费者用的是所谓人民币。即马伫28个地区开始实验。中国央行拍算2022的冬季奥运进前，予所谓人民币上线。所谓人民币无需要注册，也免绑口座，支援双离线功能。就算是手机无网络信号，也当交易，也免手续费。像比特币、天秤币这样的虚拟货币，它本质上是一种虚拟商品，因为它没有国家信用做背书，不具有法偿性。所谓人民币由中央发行，有政府背书，所以币值是较稳定。也毋过未来每一笔交易拢会经过加密，放伫咧中国央行，政府有权利会当调阅，安尼是银行的个人隐私甲财务状况会受监控。我们通过央行的一些大数据的解密，可以发现它这个货币从央行出来之后，它的每一个流程、每个节点它的一个过程路径以及使用它人。伫即马国际市场的交易有90%成美金。只有4%用人民币。外媒分析，中国积极伫咧推动所谓人民币，并且伫咧几个国家开始测试，是想要减少中美贸易战的损失，同时挑战美金霸权的地位。过去中国政府发展天网系统，设2亿台监视器，做人民辨识，佮搭配社群网站监控人民的所有举动。即马讲推出所谓人民币，掌握民众金钱的流向。会当讲是行出所谓极权帝国的最后一步。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日本东北青森县的外海，伫当地时间今仔透早2:38分，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目前并无海中的警报，嘛无人受伤。
再来看中国因为澳洲限制土团的出口，造成中国欠电。今仔透早，广东省包括广州、深圳等所在大停电，部分地区甚至无水，网络嘛中断。再来看台湾的防疫是正受到肯定。日本北海道等议会通过支持台湾参加 WHO 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甲相关的国家合作，加强来支持台湾。再来看，印尼宣布讲，明年开始要求请印尼移港的国家，就要负担移港的机票、签证等等的费用，引起真侪请看护港的台湾头家是真不满。即马传出讲，咱的劳动部按算伫即礼拜会找时间，甲印尼政府来举行线顶的会议来谈判。我看现在上线的人数慢慢增加中哦。外籍移港的雇主甲学者开线顶会议，讨论雇主观察到的移港问题。尤其今年7月，印尼政府宣布，明年1月开始要求劳工输出零付钱，互大护照签证者的费用拢转由雇主承担，安尼另外支出，互雇主真烦恼。他一次反映在我们费用上面的太高了，已经有中介跟我说，有可能是高达15万，我们抓10万。A 小姐来了，她来了不要做。那我10万已经花了，下一个雇主到底要不要按比例摊提？香港跟新加坡有辽国、有缅甸可以用的时候，又比你印尼便宜，我们就不要用印尼了。可是台湾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跟人家拍板，因为我们没有人其他的选择。台湾70万的外籍移工，有16万外人是为印尼来，敢若是社福移工，印尼超过19万3千人，比其他移工来源国较济。为薪水来看，产业移工薪水甲基本薪水同款，按过社福移工薪水只有17000。尤其今年疫情以来，移工收入变少，有雇主点出，有移工想要加薪水，换雇主或者是逃走情形真多。台湾面临少子化、高龄化、欠工者问题，需要移工的程度不只是社福移工。也有工厂营造业者领域，传出劳动部要伫这礼拜甲印尼做双边视讯会议讨论，深受冲突的谈判条件。中介业者认为，讲起来是无简单。上谈判桌来讲，我们几乎就是稳输啦，是输多输到什么程度啦？你的劳动契约是由对方来决定，那我们雇主保障在哪里？他几乎一进来他不做了，或者他要求转出，他要去工厂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逃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做了哪些防范？没有。劳动部指出，关系国际谈判一个谨慎应对，主要关注议题是零付费措施。另外，薪水这问题，一旦会谈展开了后，才能确认对方开出条件，甲台湾的接受程度到倒位，共款爱经过双方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岛铁路电气化上尾南回这段，屏东邦寮到台东基本总算完成。总统甲行政院长、佮交通部长拢做伙来见证，即代表台湾进入铁路环岛一日生活圈的最后一里路。红白普悠玛20正式通车，一早就伫车站月台咧等，准备为屏东一路开到基本南回铁路电气化，也是环岛铁路电气化最后一里路。以前我们都要到那个花莲才换普悠玛，现在从屏东就普悠玛一路可以到那个宜兰。我觉得它这个建设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南部人来讲，它是蛮好的。要往东部去的话，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工具。110环岛电通。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伫屏东车站举办通车典礼，了后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台东车站的通车典礼了后，到定坐电气化了后的首航列车。同样一台列车啊，可以呢环岛，这个不敢对我们往返东部的国人更便利，而且对观光客来讲，它可以呢坐火车游台湾。不少人来抢坐第一班的专车，体验电气化了后所带来的方便。南回铁路屏东邦寮到台东基本之间的铁路电气化113.4公里长，是环岛铁路电气化的最后一里路。高雄到台东减少17分钟，高雄到花莲也减少39分钟。枋寮站会从3等站提升为2等站。希望在将来我们可以营造成为我们一个观光发展的转运的一个重要的车站。
民国68年，西部纵贯线通车了后，高频段宜兰线加北回线等路段连续通车。今年南回线完成通车了，也代表安尼柴油车头慢慢驶入邦寮月台连接车厢，经过南回线画面也慢慢被电气化车厢所取代。过去南回铺块是70到80年代旅客共同记忆。交通部表示，未来部分柴油车会加做观光列车，希望提升运营，减少空污，也顺势带起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资深媒体人黄光庆发表新册，一些机关的内部检测者也项备案的过程，嘛邀请头一位实现成功的内部检测者，佮有代替普悠玛事故的罹难者家属做伙来分享。伫台湾真侪重大弊案，我靠内部人事计划才有问题逼出来。毋过向外界也是主管机关检举也是告发，常常报复，将做大家架构的对象。李戴立新就是其中一个人，伊过去伫咧新德馆加入一边phòng地所工作，互董事要求做介绍。伊自首计划被判决免刑，却是互新德馆府核定免职，而且永远未过禁用。揭弊者保护法就是要打破这个结构性的那个机制，然后让这个。想要贪污的人，或者是有机会要贪污的人会有所忌惮。如果不是吹哨者告诉我们调查报告哪里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说辩论会根本在胡说八道？法官跟检察官对台铁的所有的那个里面的那些资料，几乎都不太熟悉。台湾的法律即阵无多为告发的人做后盾。媒体人黄光庆讲，告发制度必须对身份、工作甲人身安全做保护，才法度互告发的人用勇敢站出来，揭发弊端。告发者保护法草案起草人林志杰讲，先爱甲告发者互外界看这是了白的污名化企图，对外界质疑有人乱告发，伊强调会完备的机制甲程序。在我们的草案里面是要具名才能受到保障，黑函就是一个查无实证且无具名的一个函件。他是检举贪污，结果他现在是变成这永不录用，就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然后失业已经长达5、6年了。所以这样一个法案是相当重要的，而不是让这些吹哨人他们孤军奋战。即阵就台北市定揭发弊端的人保护作业原则，不过敢若适用内部。李公益揭发弊端的人保护法催生7年，进前起伫是毋是溯及既往的争议。即阵议员伫国会，这个会期也无被排入议程。参加会议人士呼吁立委用伫下一个会期提出早日通过立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的开基天气指标，在地人拢叫妈祖楼。庙里有2尊已经3、400年的神明，万年马甲中正马哦。庙方请来专业的修护师傅来整修，以旧修旧的方式，要让妈祖婆登去到上原始的面貌啊。最近嘛来进行仪式，请妈祖婆的神灵登去座位。道长上早天庭接到神奇，要请妈祖神灵重新入来座位。台南开启天后祖庙，也就是咱讲的妈祖楼，内面有2尊3、400年的妈祖，万灵马甲庄真马。经过数百年的香烟雕拜，金身的外皮也开始晓壳上霜。庙方看重文化资产的保存，特别请修复师傅替妈祖整修。这崇祯马子吼，英国咱讲尊啊妈，开启天后祖庙第一尊呢妈祖婆伫大陆来。就是明崇祯制作1640年，大尊迄尊是老年马，因为旧啊，阮搁装修。100年的新尊，若准备整修，就要经过一庭一庭的研究。若爱研究新尊的年代，甚至新尊外皮有过纸皮图，拢爱详细处理。加上数百年的雕拜，香烟是钉钉塔塔，也增加修复的困难。好佳在有庙会列名师推荐，找专业的修复师傅，用以旧修旧的方式，让妈祖婆登到上界原始的面貌。拍过好几次，以前就知道说它有损坏，不会去破坏它，或是把它重做成新的。伊迄个时阵是碰工啊，真严重，咱只要手小甲摸到，伊就可能皮壳就落下来。咱咧处理的时阵，咱是用古早的古法去甲维修，咱拢无用到现代的素材。整修了后的2尊妈祖，也遵照鼓励，请道长通数照明上苍，将2尊妈祖的神灵请登入来座位，用古法去修复方式，唔但保存信徒心目中妈祖的面容，也互古文物的意义对着时代改变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咱个来看台南新营这道一个砖头叫做高衙，传说讲哦，这是因为开基的祖庙，这个所在开基祖杨瑞莲是郑成功的门婿，人拢叫伊杨高衙，所以才有这个地名。咱嘛做伙来认捌这个砖头。抬头看到人徛记忆门牌，是怎样顶面写高衙2字？这是新营过去地方传说讲。因为郑成功甲小妹郑婉嫁予这个砖头的开基祖杨瑞莲，人就安尼叫伊杨高衙，这个砖头才会号作是高衙砖。因为这郑成功的妹妹郑婉，伊无真正的妹妹哦，迄是因阿姨的祖囝，因为足疼这个郑婉，所以这个郑婉当时来嫁伫阮这个高衙的时阵吼，这杨瑞莲做某，所以名做高衙，那杨高衙，高衙就是安尼来。讲到杨高衙，其实有侪种无共款的传说。有人讲伊是郑成功的将军，也有人讲杨高衙当初时和郑婉结婚的时阵，因为郑成功足疼小妹，就允讲，予杨瑞莲骑马走3天3暝，大过的所在拢是要送予伊的土地。毋过如今敢若剩杨家宗祠内安尼神主牌仔会当影一个，真侪故事都已经无地可考。阮遮有一寡公园嘛真好看，吼，像我正徛的后壁遮林，吼，伫阮这高衙内底吼，的庙边吼有一个东边甲西边两边的公园，风景也非常的水。啊，阮遮嘛有即个红井纪念公园吼。这个砖头阁参像日头花纪念公园的风景，除了来看古厝和新主牌仔，听一下地方的故事，也真适合趁休假的时阵来遮细细行行的轻松自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屏东县的枋寮乡有一位少年的农友哦，伊伫退伍了后，就回去故乡用有机的方式来种芭乐。伊嘛甲地方上一寡少年人做伙合作，希望会使来创造一寡新的商机。咱嘛做伙来了解。这个当咧操作割草机的是屏东县枋寮的农友张玉生。去年退伍了后，就回去故乡做事。即马经营的是全枋寮唯一的有机的芭乐园，伊嘛和有机的通路合作。我们的芭乐也不会输那个高雄跟其他地方的芭乐。那我们始终就是以友善土地，然后用这个把土地照顾好，那它就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芭乐，我们跟有机的里仁店已经配合10几年的合作了。为着要增加农业的知识，张玉生特别去屏东农业大学上课。伊嘛开始熟悉新的农友，专心投入做事。经过农业大学之后，发现我们屏东在地的好多好农友们，那我们就会有一股力量，然后聚集在一起，至少有话题，那让我的眼界马上在农业里面用最快的速度认识这些人。张玉生嘛加注心咧推广在地产业，所以甲芭乐提起加工，做成侪产品。伊也和真侪少年朋友合作。连结餐饮和旅游业者做伙创作商机。毕竟我们是枋寮的孩子回来了，那我就想说，把这个地方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旅游业者、餐饮业者，然后大家结合起来，把枋寮这个好地方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枋寮有好多东西很棒。回去故乡开创家族事业的第2春，张玉生强调，要让大家知影，枋寮的芭乐也真出名。伊也表示，未来农场营运会愈来愈多元。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南的新市哦，种真侪枝豆。逐年新市的农会拢会来举办枝豆节，今年枝豆嘛已经开始收成，所以农会就开放予民众规家伙啊、大汉、细汉拢做伙来挽豆啊。毋但是趣味，嘛，互大人囡仔会使来知影豆啊栽种的过程甲营养的价值。那你给叔叔看一下。哦，好棒哦！去红车菜也未来进前，桌顶常常拢会有一盘枝豆，先互人客食佚佗。人煮好的枝豆有食过，但是伊是发伫土里，也是生伫树仔顶，你敢知？都是你采的吗，妹妹？台南新市逐年拢会办枝豆节，今年活动已经结束啊。但是活动的时阵种落去的迄区田，但已经会当收成啊。所以新市农会就开放予民众来挽枝豆，就算讲日头真炎，也是真侪大人囡仔来斗热热。毛豆。这个可以干嘛？会不会？要来吃。你知道说要怎么采吗？用打的。
因为挽指头袂讲介困难，所以连细汉囡仔拢生甲真欢喜。农会表示，当年的指头节拢有种指头、挽指头的活动，爸爸妈妈带囡仔做回来体验，嘛是一种真好的实农教育。这个田种了以后，我们开放给很多的人来体验，尤其是很多的亲子带孩子一起来采芒豆，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教育效果是非常好的。透过这款活动，让民众了解饭桌顶常常吃会到的食材因的生态。规区田收成了后，就甲村的食物考调，等待明年的季节才过来种。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癌症一直是台湾人十大死因的头一名。为着要鼓励患者勇敢来接受治疗，第14届十大抗癌勇士奖颁奖哦，希望会当互当个对抗病症的患者有个愈较侪勇气来面对。就看到我身边那些爱我的人，就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可以觉得我可以再试一下。成着者爱家己的亲友，甘肉目屎，今年31岁，但一旦出事无甲1岁，就得到治好率真低神经母细胞癌，真无简单度过治疗，却伫19岁确诊甲状腺癌。19年后，怎么好像又快要不见了？他很热切的去面对一个生活，他要去挑战一些他觉得他可以挑战的东西，他生活里面的东西，哇！妈妈真的觉得就很服他。我们很多时候就看我们没有的，可是当你发现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的太多，把我们有的东西可以更发挥的更多，或者是可以更珍惜所有我们有的东西。伫亲友的祝福甲陪伴之下，但一旦无被打败，搁较认真体验生活，开工作室甲公司，希望以自身的经历，互搁较侪人看到生命转机。亲像伊同款勇敢抗癌的，也个41岁柯志修，前后经过红斑性脓疮、肺癌、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虽然目感觉真惊，不过也是坚持要搁创造奇迹，甚至搁接触瑜伽投入教学。崩溃并不是因为又生病，而是怕自己去拖累到家人。之前那么多都已经过了，难道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被打败了吗？那我不行。对，我一定要再创奇迹。台湾癌症基金会第14年颁发10大抗癌斗士奖项，邀请人来分享抗癌的心情，希望这个生命故事能互更较侪也咧抗癌的朋友精神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北屯的冠村文物馆，甲冠村翻过，佮保留部分的建筑，希望会使向少年辈来了解哦。也毋过有专家是表示，文物馆引进商业的经营，看起来文化的内涵有淡薄仔流失。这是民国79年起的空军馆舍，伫贯穿改起的时阵，部分被保留，互这个土地捌发生过被犯利害，用文物甲相片保留记录。不过，就亲像大部分被保留落来公家宿舍同款，引进商业模式，才吸游客，才经营落去。不过，台中市贯穿文物馆的经营者希望家己能保留加一点人甲文化的元素。历史啊，或者是故事，然后用我们新的手法在这个眷村呈现，所以你看它是有依据的，它是有历史脉络的，但是它是一个呈现出一个新的意象出来。对参观的人来讲，少年人看的是好耍、好翕、气氛好；高年级的人是来感受怀旧的气氛。生活上不会接触到的一些复古风的感觉。那你知道这边原本是什么样的地方跟单位？不太清楚。当然有一点的落差了，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它有在维护嘛，你就可以看得到。年轻一代就想说，以前的话是这样子。台中市贯穿文物馆举办小馆小时光，透过活动，希望创造话题，人物的过去，和发生过人物故事，丰富台湾这块土地文化深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文学馆最近出版一本老皮箱是细念的囡仔故事册，甲台湾的历史用活泼、真趣味的方式来呈现，佮找来真出名的人用台语来念故事，希望互较少年的囡仔会使来了解咱台湾历史的点点滴滴。钟明一手抓我，一手安安甲家庭牵咧。阮来到这间迪比亚国土壁大的厝啊。
用老培生的角度，一字一句念出1949年战后移民伫台湾的生活过程。幕后的配音员是立法委员林昌泽。平常时林昌泽伫厝内和囡仔是全台语对话，伊嘛用家囡仔讲故事的声哨来配音。因为这个老培生伊等于是伫边仔看嘛，看这规个这个主人规家伙仔的故事嘛，所以讲我就较用客观的这种感觉。伫讲即个老培生的故事，就较亲像讲是伫介绍一个我看到的故事的迄种感觉嘿。除了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故事，安怎将215页长篇的文学内容改编，而且互囡仔人好理解，翻译的过程手路就真重要。故事它要是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他能够感同身受，所以譬如说这边我们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说族群融合的部分，但是这个都是用小朋友可以或者青少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的一种方式来说故事。用生活发生的种种，看出贯穿3代的家族历史，其实嘛是台湾近代历史的一部分。国立台湾文学馆为2017年开始执行台湾文学史儿童绘本的出版计划，选出适合的主题，介绍做好儿童加青少年阅读的版本。阮进前做过自然自然就是讲环境的问题，那做过迄落冬季叫同性恋的问题。啊，即摆呢，阮选择的是眷村那希望讲呢，即个囡仔、即个儿童呢，会当看到阮即个故事，会当了解讲台湾较早较有捌有即样嘅故事啊，以后会当个对于了族群之间的大家会当用较开放的心情来看待。台湾文学馆嘛表示，文学其实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希望会当将文学甲社会责任甲做伙，互儿童甲青少年自细汉就当了解发生伫这片土地的种种议题。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北报道。古早人讲，我要食粿就家己下，要食粽就家己吹。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传统的节目啊，是安怎来下粿哦？是安怎来做营养来过当节？用石磨手来转动石磨，把米粒磨出来，这是所有进前的准备工课。12月21号就是当节，民众看到较早的石磨，唔但感觉真新鲜，拢也把握机会来体验一下。啊，这个一个人推就可以了，但是推起来还蛮费力的，又费时。觉得不过还蛮有趣的啦，真的这种东西，我家也有，也一组，但是这个木头的已经不见了。伫埔子东石高中的边仔，较早日本时代是警察甲老师的宿舍，即马成做一个文创聚落。为要互社区更较有活力，做伙推广在地文化，社区甲聚落内底店头家做伙办活动。啊，就2支啊，做天地扫，啊，一支扫出，一支扫入安尼，嘿，拢好诶，歹扫出来，好诶晒落安尼。啊，就有特色诶，会当搁较熟悉咱台湾一个所在，啊，甲伊诶产业。涂骹诶庭院扫，袂甲迄个土扫掉，啊会扫着粪扫。啊，毋过真迄个土诶迄个庭院足少啊，啊，所以就愈来愈少人买。安尼，啊，所以真啊较四维，啊，毋过真有诚侪拢是迄个人买厝，买厝的时阵咧用的，也是法师要做法器用的。文创聚落结合社区的资源，做伙办活动，互在地文化甲产业用小介，互大家知影。辅导中心的主任嘛表示，要先互这个所在会当吸引人入来，才有机会替埔子一寡尾无去的产业也是文化，创造搁一摆互人看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2014年，台湾通过实验教育3法，嘛出现真侪实验学校用无共款的方式办公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昨就有一场台湾实验教育嘉年华，有15间实验学校来展现因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自南投县生态实验教育学校的学生，详细说明课程执行的计划甲想法。因为我们是生态学校嘛，我们非常重视环保，所以我们的材质呢，使用的是回收的木芯板。有学生是用音乐甲舞蹈来展现学习成果。
2020台湾实验教育嘉年华学习成果分享会，计共邀请15间学校来参与展览，为国校啊加高中拢有跳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实验教育，强调和学生实际参与体验，将经验转化做知识。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跟我们介绍这些植物。那这些植物可以用来做什么？这些植物其实可以来泡茶。加上他是亲自去操作，所以他这个体验会比较深刻一点，所以他所表达出来的内容不是想象的，而是他真实生活的这个经验。台湾实验教育3法在2014年通过，这几档的时间，接受实验教育学生愈来愈多。主办单位透过成果分享、论坛等等的讨论，希望大众通更加了解实验教育的推动加实施成效。实验教育主要是问囡仔的需要，问未来的需要，唔是大人的需要，加迄个课程的需要，所以这是完全的无同，啊嘛较适合迄个实际世界需要。正大实验教育推动中心计划主持人陈东辽嘛讲，实验教育唔是咧带流行尔，是咧创造未来。中心希望建立沟通的平台，提供国内实验教育相关单位和教育工作者有互相交流的机会，让这阵台湾的教育生态更加丰富多元。记者杨淑晴、林旭凯台北报道。内蒙古甲外蒙古虽然拢有同款的语言，也毋过因为政治的因素，两边的使用的文理是完全无同。蒙古政府决定要为2025年开始，专门来恢复为800多年前由成吉思汗下令创的蒙古文理。台顶的老师伫咧白板介绍知识的书写甲特殊的手笔形，大概学生是特别起来练习传统的蒙古文，佮用合作回归式的蒙古文，有800多年的历史，由成吉思汗下令创作。即马伫国内佮开始流行学古字。оюун сэтгэлгээнийхээ 90 жилийн түүхтэй хамт үргэлжлэх.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асуудал бид оюун сэтгэлгээний наандаж 1000 жилийн түүхээ хамт тээж явах асуудал. 伫咧苏联的扶持之下，蒙古国宣布独立。官方伫咧1946年废除回归式的蒙古文，改以斯拉夫字母做基础的西里尔蒙古文。编法甲俄文相共，应用高达已经80档。毋过西里尔蒙古文并无法度来读传统经典，嘛无法度甲内蒙古的同胞来交流。伫咧人民出现人道危机的时阵，中国的压迫嘛促成即届的古字复兴。正办的学生罢课，家长参加集会抗议。9月份开学进前，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下令，各中各小的文学、政治、历史课程会采用汉语的教材。企用认为这是超过要压迫蒙古语甲少数民族，引起外蒙古对传统文化的重視。Монгол соёл, өв соёлоо одоо дээдлдэг хүмүүс байдаг гэдгийг одоо бол мэддэггүй байсан. Тэгээ яг тэр бол нэг үнэн шүү дээ. Саяны нэг их л Монгол хүчгээ аврыг гээд хөдөлгөөнд их сайн зөвлөсөн маань. 蒙古国伫咧今年正式宣布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预计伫2025年恢复使用传统的蒙古文，意思就是内外蒙古的文字特别被统一。Тэгэхээр тэхийн тулд яах ёстой вэ? Зайлшгүй одоо энэ цахим болтоор мол хэрэгтэй. Яагаад вэ гэхээр өнөөдөр бидний харилцаа бол ер нь нөгөө яг бодитоор гэхээсээ илүү цахим руу хүмүүсийн харилцаа шилжчихсэн шүү дээ. 古字知識的書寫甲手機啊反向輸入是完全無共款，業者積極開發新的文字編碼來解決問題。政府部門是下令，在2024年之前，所有資訊全面採用雙文來發布。若是在咧學校，會繼續開課程來推廣。對政府到民眾，將規劃要予傳統蒙古文全面普及。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今年耶誕節，英國業者就推出講會使做耶誕樹仔的服務哦，而且這個樹仔等待過節了，會閣搬轉去農場繼續種，希望會使來減少每一年有幾百萬張耶誕樹仔的浪費，大家嘛做伙來做環保愛地球。店家伫路邊擺的布棚內底有放真濟青的耶誕樹，人客會當經家己家己的耶誕樹了後，會當規張掛盆仔做伙紮轉去。毋過即掛耶誕樹毋是要互人客開錢買，是要互你做轉去，等待耶誕節過了後，閣愛摕轉來用。毋過即款作用耶誕樹的環保方式，對英國倫敦的民眾來講，也是頭一屆。It's the first time. I didn't know it was a thing until this year. This really appeals right now, and we're becoming a lot more environmentally conscientious, and this just feels like a very sensible thing to do.
用做的方式，互民众早回去，照顾到耶诞节，也是跨年过了才幸福点家。厝内过去，节后大量的耶诞树用当做粪扫来单掉，这款超级无环保的方式。We get the trees from the farm. They come in this pot, and you take it into your home and you look after it for 3.5 weeks. That's basically the limit on how long they can be inside. And then we take it back to the farm, and they stay in the pots the whole time, and the farm look after them. 店家嘛，甲租金的营收一成至2成捐予当地的学校，环保甲公益1减2个。好，今年因为疫情转来影响耶诞节，加一寡特别的意义。那是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当地民众嘛开始建今年的耶诞树。It's a Christmas thing to do. I think it's not the same. You have to come and pick your Christmas tree. You know, it's the Christmas spirit for sure. 罗马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嘛伫12月中开始布置耶诞树，伫咧平安夜音乐声当中，是真好评。啊，毋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看袂到英国广场顶悬有真济观礼的人。后面目前的疫情继续伫咧滚价，各国差不多拢伫咧防疫限制之下来度过耶诞节。期待后一个耶诞节，大家拢会当伫咧无疫情的欢乐气氛之下来互相庆祝。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来看法国有一位查甫的医护人员，为着要替得着癌症的囡仔人募款，伊挑战家己待伫冰格内底，伊嘛伫内底冻超过2点半钟，创下新的世界纪录。现年34岁做医护工作的罗曼万丹多尔普，19在50人的见证之下，挑战内伫真侪冰地内底世界纪录。伊规身躯干那穿一条游泳裤，行入长形的玻璃缸内底。由工作人员对内底倒入一地搁一地冰地，一直到头以下身体全部拢冻伫冰地内底，时间1分1秒过去，计时器来到2小时35分43秒。万丹多尔普将有决定喊停，工作人员赶紧甲伊对冰地内底解救出来，伊规身躯被冻甲红记记。而万丹多尔普这摆成绩比原来的世界纪录加出40分钟。C'était compliqué, il y a eu pas mal de glaçons un peu partout, c'était fort compressé, parce qu'il y avait un gros volume de glaçons. Voilà, mais après, non, on va les réchauffer. Mais après, voilà, le fait qu'il y ait des gens, et je vous remercie tous, parce que c'est vrai que les encouragements, ça aide beaucoup. Donc, merci beaucoup, et puis je suis... 伫正式条件进前，伊做了未少准备工作，亲像泡伫的拢是冰格的按摩浴缸内底，坐伫500公升的冰柜内底，也去国际圣地夏慕尼，甲规身躯待伫的室内底，训练家己就要控制人体神经，超过人体极限，靠着幻想甲集中注意力，互家己处伫的放空，敢若戆想的状态。伊所以进行遮尔家己液态的活动，是为着要替得着癌症的病人来筹募善款。2年前，伊实在一得着脑癌的4岁查某囡仔，伊想要对所有破病的囡仔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迄就是永远爱怀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同齐全台湾拢会落雨，伫早起的8点20分，高山嘛落雪，目前雪是搁继续的落。今仔会较寒所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都爱特别注意。再回来看今仔各地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